最後，我亦都留意到近期細價股嘅薄起薄跌，搞到香港嘅股市好似賭場咁，令到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形象造成一定嘅影響。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嘅正視問題，對操控股價、發行虛假資料做事，以致利用俗稱人頭戶嘅開戶方法，造成股市高度集中，形成供求失控，達到操控股價嘅違法行為，應該嚴格嘅監管，同時要加強投資者嘅教育，讓佢哋着重公司嘅基本因素、盈餘狀況同埋發展嘅前景，作為一個適合嘅投資決定，令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聲譽、地位、質同量都不斷嘅鞏固同埋提升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吳亮星議員嘅動議同埋林健鋒、廖長江議員嘅修正案。